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最後5強。田蕊妮、巨麟兒。我拎咩起路做啫？朱千雪 EU 超時任務。如果你貪當差係因為可以溫到你同埋有型嘅話，唔該你絕路。胡定欣城寨英雄。有冇保佑我啊？邵美琪刀下留人。係喺我最後嘅一刻，就喺我隔離嗰一人，一定要係你。黃翠如幕後玩家。連啲嘅喪禮都冇啊！顧家得你一個仔。好，我都好緊張。冇讀錯名喎，羅蘭姐冇份嘅喎。係啊，頭先喺後台佢話我話好緊張，文龍話可能你驚一打開係寫住宣萱。係啊。咁我呢個因為你套劇未出街都唔可以叫自己個名。好，最佳女主角，哇！我今年投咗佢一票嘅胡定欣，城寨英雄。哇！一年嘅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好快。上年宣佈嘅時候，我真係好愕然，因為我真係冇諗過喺上年可以得到呢個獎。我而家覺得好似發咗場夢，因為我真係冇諗過1年後，我再次可以得到呢個獎，踏上呢個舞台。好多謝大家對我嘅支持 ，Thank you。好多謝公司喺呢1年嚟俾我好多 support， 珍姐、樂小姐、Sandy、杜生，多謝你哋每一位。我要好多謝，因為佢，我今年先至可以最後機會憑住呢一個角色，刁蘭呢一個角色，再次得到呢個獎。Jess， 多謝你，好多謝你，成日俾好多挑戰我哋，去挑戰自己。呢個係應該我哋做演員要做嘅嘢，多謝你。亦都好多謝城寨英雄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每一位導演、PA， 亦都特別多謝郭師傅，好多謝你對我每一次嘅要求同埋每一次嘅教導，好多謝你，好多謝我嘅 fans， 亦都好多謝陪我出生入死嘅兄弟姊妹，仲有最後。當然多謝投我票嘅人啦，亦都好多謝我劇入面嘅 partner 啦、牙佬啦、花曼啦、權佬啦，我祝你今晚成功啊！最後上年呢，佢哋喺屋企嘅梳化度咧嚇到跌咗落地下，多謝我爹哋媽咪，今日佢哋陪我嚟咗現場，多謝你哋細佬，我愛你哋，仲有。一個咁好嘅身形，當然要付出嘅，就係多謝 Alan 教練，多謝你，我一定會繼續努力，繼續做好。Thank you。